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5日新闻，我是嘉豪。今日今日早起呢，这海巡人员发现讲有一架这多国级的中国货轮伫大海附近趴定，随着接到这中华电信的报案，讲这货轮停的附近呢，就是大坪3号海底电缆线已经去互冲歹去啊。发起讲是这货轮去甲伊拖动的，海巡随甲这货轮抓落来，登去安平港调查。专案依照着这国安站业要来处理，也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顺风艇挖进货船了后，海巡人员无顾风应，准备爬起货船，因为这只船涉嫌拖动太平3号海缆。目前第2名人员平安登艇。海巡署25透早先发现这只多国籍中资货轮伫台南周边海域路顶滞留，随广播赶走并转停监控。尾接到中华电信的通报，太平3号海缆伫将军渔港西北方6海里，互人人为破坏，怀疑就是这只货轮做的。中岛甲船押回安平港调查。加派旗津舰还有150锅艇赶往拿增援。那我们发现这一艘船的 AIS 船号跟它的船名不符。那后续全案依国安层级的处理原则，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海巡上船所证，货轮的外观船名显示是神秘琴，不过海巡拿查时阵船名是丰台168，AIS 显示丰台58。押送途中船员嘛真侪改替换外观船名。军事专业是查到，这只货船伫1个月前就点伫南部海域。它在左营港的外面大概有1个月左右啦。22号离开锚地，然后到嘉义布袋的附近，它有可能第一个目标是台澎2号的海缆，后来才转成台澎3号。海缆一直互人破坏，海委会要求海巡署将咱国海缆警戒区域列作重点海域。太平3号海缆虽然发生专长的障碍，不过台湾连接澎湖、金门还有3条海缆，司法部已经要求中华电信调度其他海缆转移通讯等服务应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顶年，台中刑府发现案，这吊杆落落来，害台中捷运的列车撞击哩，造成1个人死亡，15人受伤。检方也甲这姓柯姓卢2个工人起诉。台中地方法院今仔日一审宣判，依照刑法过失致死罪，判因1年2个月甲1年，拢会当假罪3年。吊手落落去，互列车撞到，造成致死15伤的惨剧。台中结婚自2023年5月发生，刑复发吊手拆除作业，所落落去的重大公安事件。台中地检署所起诉拆吊车的姓柯姓卢的工人。台中地方法院25以刑法过失致死罪分别判2人，1年2个月加1年，而且缓刑3年。专案应上诉。本院合议庭审酌，被告2人之前都没有因为故意犯罪而受刑之宣告。那2人都是因为一时的疏忽而犯本案，并非故意犯罪。而且被告2人在饭后都坦诚犯行。台中地院表示，两工人分别做拆除的指挥手甲操作手，不过过程中违反工程时间计划书的规定，才造成意外。不过可能2人承认，而且无故意犯罪前科，佮甲大部分死伤者和解，所以有伫缓刑。刑复法表示，尊重司法判决，台中市府甲中介公司求偿的2点2亿已经全部拢付清。我们尊重司法判决，我们就按照那个仲裁结果，全部都已经完成手续了。台中市府强调，已经修订紧急停车、通行容易甲决策收款规范，专线车站增加月台紧急停车开关优化事故了后，列车巡检定数也加强第三人员的应变能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个新竹市的棒球场，因为这鉴定报告显示讲无达到安全的标准，市政府也开始伫咧处理啊。想要到伫咧外野区，竟然屙出真侪营造废弃物，引起关注。检调在今仔日去到现场会勘，表示讲已经分案侦办，会厘清这时间过程敢有违法。啊，那代理市长邱成远也呼吁监察院就爱查，伊也强调讲会赶紧来修复，互民众安全的使用空间。头内底因看到废弃的铁啊，也无涂甲；另外一边，个因看到过来塑胶管啊。新竹市立棒球场因为结果鉴定报告显示无够安全标准，市府展开复图移除作业，所在外野区域屙出大量营造废弃物。新竹地检署25指挥新竹市调站，会同相关单位到场会勘。
检方表示，医院分案情班会调查球场施工过程中是不是违反向废弃物或者是其他不法行为。乌条白蕉钢铁暗头废电线砖啊、塑胶这进驻废弃物，代理市长柯清苑呼吁监察院爱调查清楚。安全第一，厘清真相，尽速重建是市府一贯的态度。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也呼吁检调跟我们的监察院要能够尽速厘清相关的真相。民代亚龙教场国民党议员吴旭峰质疑废弃物是不是外分回吞，一个强调总算机会，我才给大家看。不过民进党议员闹空嫌批评市府将原本符合规定，而且囤在下站的村的土石挖出来，加顶站的山土故意参出回讲。原本在挖掘内野的覆土，为什么突然间跑到外野去挖掘符合规定，把下层的营建剩余土石方跟上层的沙土混为一谈？我们就也合理怀疑，你是还把其他的废弃物一起埋进了进来。这样一个国际的棒球场下面埋这些东西，在一般市民眼中就是不合理的。不过市府回应，回屯的物件无符合就地回屯规定的材料，按照原定施工计划，移除土石施工时间差不多4到5个月。现场挖出发现，不是棒球场土层规范的囤的物件，市府会继续确认回屯的范围。承包商骨干行做，这个进前打电话无人接，暂时无针对这代志来回应。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民进党立委林岱华最近牵涉到诈领助理费含政治现金案件，进前服役来时阵，伊是话讲司法干涉政治、政治干涉初选。不过林岱华在今仔日有解说讲，唔是指控党内任何人，伊也强调讲，伊未提出党内初选，甚至是未来脱党参选高雄市长。那高雄高分院今仔日是撤销林岱华小弟含2名助理的交保裁定，发回高雄地方法院竞裁。如果不是跑在前面，怎么会遇到背后偷袭？立法院开议日讲入助理费加政治现金案的民进党立委林岱华主动出面，先背回进前互人约谈的时阵，话司法干涉政治、政治干涉初选这句话，不是在讲家己的党，并非指控任何党内同志，也并非指控恪守职责的司法人员。如果我的这一席话有造成任何人的困扰，我表达歉意。我会在法庭上证明我的清白。搁再声明家己清白，不过就看也讲林岱华涉犯公益侵占罪，涉嫌加政治现金违法写入去甲家己关系密切的通法时，初步估计金额是990万。后续由主持泄露基金会，连助理费案拢总不法金额超过3700万。另外检调搜查林岱华服务处的时阵，找到2张纸，一张写林岱华甲主持准备委任的律师的名，另外一张是提起助理费甲涉密案，互检方认定因有做伙套口径的顾虑。媒体的一个报道那个真实性如何，我们再了解。超出侦查不公开的范围了，我不做回应。我已经是在这个大家庭内一路栽培我、提拔我，那让我来服务乡亲的机会。这个大家庭，我是永远是其中的一员。这绝对不会投党参选。对于传出可能退出民进党初选脱党参选高雄市长，林岱华讲这拢不是事实。不过同一天，高雄高分院撤销林岱华的小弟林岱阳，也有2个助理的交保裁定，发回高雄地院竞裁。而且指出，撤销理由可能牵涉侦查无公开资讯，所以无做说明。对司法侦查进度的进行，林岱华是不是涉案，持续为选情加添变数。记者综合报道。高检署的检察官黄金秋防指控，在2020年含真侪位警官去到北北会馆接受洗钱案嫌犯的交代。黄金秋也防认定违反着检察官伦理规范。今仔日这部法庭宣判免除伊检察官的职务，转任检察事务官。黄金秋是表示伊一定会上诉。北基学校演讲教导法治教育，验过高检署检察官黄金秋表出危机风波。被指出入地下会队业者郭铁面等人所开的北北会馆私联交台所，案件经过庭界法院审理，25判决出来，判黄金秋免除检察官职务，转任检察事务官。被捕惩戒人轻忽放任及事后意图掩饰等不诚实行为，已经严重损害检察官职位荣誉、尊严以及社会对于检察官的公正信心，情节重大，有惩戒的必要。北北会馆事件闹甲真大，
牵涉出正侪检警涉案，黄金州被认定无偿接受招待参加参与活动，无现证查证的义务。因故伊亲自到庭听审时阵，对判决的结果表示无奈甲遗憾。我们当然会依法去上诉，也感到无奈嘛，跟偏颇嘛，这样的一个非常的完全不看证据的一个判决。黄金州回应讲，伊从来无机会北北会馆，就甲警察同仁捌伫咧有营业登记证的地下室 KTV 唱歌，批评法官只敢采信单方面的讲法，就做出判决。伊一定会上诉，因为郭铁敏涉及洗钱的案件，目前是交保，按算伫咧5月底的宣判。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查埔名青易淑款的后生易宝红，伫咧信义区夜店台市警察防判刑，进前捌转外一家引起心脏造假风波。目前检调发现讲，这易淑款涉嫌污蔑台北家家的申办人员，再当互伊的后生选入去外一家。今仔日检方除了去敲，也约谈易淑款和家家的人员。在伫廉政馆边啊，就是主侵艺人叶淑宽，伊向向互带倒去约谈，表出这是和因后生有关系。多年没有一起聚餐过，就那一天而已。叶淑宽的后生叶宝红犯下信义夜店台警察案，互判刑确定了后，要转去外夜间。不过，苏当时的相关审查要表出造假争议，但却发现背后确实有问题。他是第一次承办这个业务，因为观察乐界不会算入累犯的一个犯次，所以说以自己造成他误会。迄阵的矫正署高层捌亲身上火线回应审查并不是造假，是甲方一时的疏失。不过这回检方发现，叶淑宽疑似涉嫌污蔑甲方，互叶宝红下当去外夜间服刑。如果这波行动唔但约谈叶淑宽，也朝台北家角等所在，加真侪位检所人员带回去。那天系在上午配合检田单位入线调查，那本署也有嘱咐该间全力配合。北监是几位被约谈啊？这个目前案情因为仍待检田调查厘清。检所表出污蔑案常常发生，捌因为600案离家服刑的东兴总裁王玲玲，都表出污蔑业政官伫家中享特权。金门家角也有管理员涉嫌替其爱毒贩团伙，互按照涉密来判刑。业政违法的问题真多，到底要安怎防？公务体系，尤其是在警察跟监狱里面的行贿基本上没有那个一个两个，一定都是怎样？有的话，全部大部分都有收了。那如果大家都有问题的时候，怎样？就不容易爆发啊。它往往都是结构性的问题，就在这里。其实外夜间条例已经伫准年加严标准，除了有关申请人选的服刑刑期，也排除重大暴力等犯罪受刑人申请。上路这1年外，立法院又搁修法，适当放定人选的资格。不过有学者认为讲，关键是伫欠外部监督机制，相关的决策无公开透明，加地属检所的污蔑案和问题一直发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高雄轻铁环状线去年完成啊，坐起来真舒适。不过这车祸是增加要到4成，上届这就是这轿车乌多摆违反号志，除了会加强处理，这运局伫去年底开始，伫人车较济大顺路2个路口增加地面警示灯。这轻铁的车若准经过涂骹电火就会倒，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民众骑奥多摆伫大顺路要倒弯富民路，明明倒弯的车顶也未倒，伊也是共款弄过去。高雄轻铁去年拢总发生23件交通事故，比去年增加9件。亲像这种无遵照号志所造成的车祸占上侪，总共有10件。高雄市警局表示，伫轻铁沿路拢总有59个路口有设科技执法，呼吁民众唔通抢紧，避免违规接罚单。违规呢？不仅处以罚款以外，会当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也是20万以下的罚金。灯光闪示，警示声音响起，提醒车辆甲人轻铁要经过，唔通挖过来。因为正伫高雄展览馆的路口试做这款安置涂骹的电火，得到袂歹效果。这运局伫去年12月，佮选定大顺路2个路口来试做，若是效果好，拍算伫轻铁沿线的重要路口全面使用。伫较高违规，也是较接发生事故的路口，到时也正式号志。伊的目的就是讲，轻轨若是开过来时阵暗时啊，伊涂骹顶个关起来，关起来时，不管是车还是讲人经过一个晚间的提示会真明显。阮即马伫个大顺路的富民路佮博爱路这2个路口，先来做新设。阮预计是伫个半年内底做评估。该写的嘛拢写，该出现的嘛拢出现啦。
就无该出现嘛出现啦，所以我感觉其实安尼就有够，因为顶管嘛其实还有一块 LED 的灯板咧写禁止左转嘛，那其实会看的就会看啦，啊未看的感觉未看。当地民众认为，交通控制不管做偌济，重点是爱守规矩较重要。这个地面的警示电轨暗时的效果确实真野目，不过对降低事故的发生率敢有效果，可能佫需要时间来验证。记者柯家珠、柯兆玉高雄采访报道。屏东的垦丁是真出名的风景区，不过当地人口却是一直的减少。恒春的总人口数上届只有36000多人，不过最近这2年呢，这总人口数是无到3万。恒春的乡民代表就提出讲，会当甲这户口迁来到恒春，就会当有大成伫咧垦丁大家摆大权利。来到垦丁佚佗，真侪游客说垦丁大街，林条早来钱条变成真侪摊商经济来源。虽然垦丁大街管委会统计，这几档摊商200多间，比上悬的时期减一半，但是民代发现真侪摊商拢只是来遮做生意，为着挽救恒春町当年一直下降的人口数，代表会提案摊商6000户籍，得当享受垦丁单位摆设顺位的优先权。户籍想迁来恒春，有办法迁来恒春。然后提升恒春镇的人口数的话，那就是说让他们进阶，直接跳到30%那边去，让他们优先去抽签这样。官方数字显示，垦丁大街所属的恒春町总人口数40几档前上悬36000多人，只要每一档减少4档前剩3万多，这2档即是降低到3万以下。对代表会的提案，定公所即是乐观其成。这个意见我们是尊重。我们会相辅相成的来提升这个开放自治条例的管理办法，以及增加人口数。公所表示，摊商入户就会当顺势增加人口数，伊嘛规划其他相关的配套措施来带动人口迁入，希望当地总人口数会当重新转来3万人。公司新闻王丽婷、陈hen坤屏东报道。今年的228拄好伫咧拜5加上拜6礼拜受3天的休困日，台南各地头除了精彩活动，即马山上花园水道博物馆这樱花已经开5成，吸引真侪游客来遮行搭。那台南市的管理局就表示，今年台南的订房率偏去年同期是成长1成，而且讲到时阵呢，这订房率会超过8成。500丛粉红色的樱花开甲水当当，目前花开5成，即阵唔免出国，伫台南山上花园水道博物馆，伫在欣赏樱花海的美景。官方表示，2016年伫园内净水地区，建国将无共品种的樱花树，边仔有规片破树菊。今年按算228年假前后的大开，因已经准备好势，要用春天的花景来迎接游客。所以这次下来就是走一些博物馆的行程，对，就是走比较文青一点的路线这样。今年正好赶上我们园区有4大花海可以看，包含在馆内西馆这边有金色波斯菊花海，是每年春节一定会有的重头戏。在密林区有一整片被大家戏称为薰衣草的紫花藿香季。那另外，尤其在净水池区呢，现在也在盛开的是樱花。今年228因为连假加2天，管理局按算台南订房率会超过8成。不论是亲子主题饭店，结合放假甲游乐设施，还是5星级打造度假气氛的套房，大美需求拢真大。业者估算连假期间客房会规个拢客满。其实是已经住房超过90%。那随着假期越来越近呢，询问的人也越来越多。那有预计呢，在这个周末可以达到满房的状态。甲其他饭店较无共的是，主要佫有包括迄主题的设施，互啲囡仔大人会当带囡仔迄种家庭的人客，拢会当来带做伙耍安尼。管理局表示，订房率比去年同期成长1成，显示旅游市场稳健发展。不过，饭店业者表示，3月至5月是旅游业的小月，为了提升订房率，有业者是头摆结合小农体验，互游客唔若住府城，佫会使到南西体验万座啊，生活采草园，感受台南的农村文化。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但是，唔是咱所想的遐简单，背后拢有家己的考量。讲到这落乌战争已经超过3年啊，联合国安理会含大会拢伫咧立誓表决含落乌战争相关的决议。伫安理会顶头呢，美国版本的草案无讲到罗西亚是侵略者，也无明确承认乌克兰的主权，敢若呼吁讲这战争就要赶紧来结束。那联合国大会顶头呢，乌克兰含后面国家是要求讲，罗西亚就要承担所有罪责。
美国却是投反对票。这两项国旗呢，美国和罗西亚的立场是同款的。联合国安理会第2次开会表决由美国提出的草案，呼吁赶紧结束俄乌冲突。不过，美国是无讲罗西亚是侵略者，也无明确承认乌克兰的主权，敢若表达中立的立场。落尾的投票结果是以10票赞成、5票弃权通过。然而，会当注意的是，罗西亚甲中国拢对此投下赞成票。这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和罗西亚的立场同款。不过，美国的长期盟友，包含英国和法国，拢选择弃权。The United States sincerely appreciates Council members' support for this resolution and applauds the action. No peace will be sustainable without Ukraine's consent. 外交人士解读讲，美国伫安理会草案含投票意向，显示川普上任了后，进前美国政府声援乌克兰的立场已经转向。伫俄乌战争的议题顶面，川普公开和欧洲的盟友见面，也当咧寻求修复和罗西亚的关系。另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国和法国拢有否决权，不过拢投弃权。显然是因为因无愿意对美国使用这项权力。弃权的。同一天，较早的时阵，乌克兰代表伫193个会员国的联合国大会顶面提出和欧盟共同起草的决议，包含罗西亚撤军、实施全方位的永久和平、和罗西亚承担战争罪责等等3项诉求。大会以93票同意、18票反对、65票弃权批准。不过，投反对票的国家是包含罗西亚、美国和以色列等等，中国是投弃权。Призываем всех, к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хочет добиться устойчивого мира на Украине, не дать просроченному киевскому князьку и его кукловодам сорвать предпринимаемые Россией и США усилия. 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会当注意的是，过去伫联合国的投票，罗西亚通常会否决由美国所主导的决议。不过，这2届的决议，美国和罗西亚立场是同款。另外，联合国大会决议虽然有分量和道德权威，不过却无法律的约束力。因那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是对15个会员国有国际法顶面的效力。公司新闻新罗培编译。美国和罗西亚进行伫咧沙烏地阿拉伯進行外交首長會談，無妨邀請到這歐洲國家是真不安，遂召開緊密峰會。法國總統馬克宏伫咧美東時間之時也去到美國，和美國總統川普見面，雙方也針對着和平協議，講未來愛讓這歐洲國家參加。那總有達成協議呢？這歐洲會閣再派駐維和部隊進駐到烏克蘭。到訪的法國總統馬克宏和地主美國總統川普有講有笑，不過馬克宏這屆前往華府會見川普，有真嚴肅的議題要和美國溝通。除了美方將要施行的真重的關稅，上互歐洲國家感覺不安的，就是川普政府佇羅西亞和烏克蘭戰爭的問題頂面，先和羅西亞會談，甲烏克蘭和北約組織的歐洲會員排除在外。北約的歐洲盟國也認為講，歐洲唔但必須喺談判的規定當中有地位，未來也要參與進駐烏克蘭的國際維和部隊。關於這點，馬克宏和川普會談了後，有相當程度的共識。Et donc, une fois qu'il y a une paix solide, durable, négociée, signée par l'Ukraine et la Russie, dont nous serons collectivement les garants, la France a travaillé avec le Royaume-Uni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pour dire nous, on est prêts à contribuer. The European troops may go into Ukraine as peacemakers. So when the agreement is done, they can watch that everything is followed properly.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a problem. 另外，包含英國、法國、德國等歐洲的主要國家，攏認為針對未來局勢的發展，歐洲是定着愛提懸國防預算，擴大軍備，加強防禦能力。對北約組織歐洲會員國想要派兵進駐烏克蘭維和，羅西亞媒體引述總統普丁的講法指出，除非有聯合國正式的授權，羅西亞無接受任何北約組織會員國的部隊出現佇烏克蘭境內。那美國和羅西亞會談，排除烏克蘭和其他歐洲國家。普丁是指出，美國和羅西亞外交首長佇沙烏地阿拉伯的會談，閣有當日安排的高峰會，主要議題是改善兩國的關係，和其他國家無地帶。也那後續有關結束戰爭和和平協定，協商的過程當中包含烏克蘭和歐洲國家，這是真自然的代誌。公司新聞徐家仁編譯。講
讲到立法院新会期在今仔日开机，邀请行政院长杜英台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不过，国民党立委一开始有甲阻碍，落尾有互伊上台报告。杜英台又讲到这总预算的增基，问讲这新增改项目敢拢卖做，还是讲倒一项无重要咧？那讲到这行政院办事敢会提出复议咧？杜英台无表明，敢若强调会用合法合宪的方式救济。行政院长杜永泰一上台，就互国民党的立委抵制，民进党的立委赶紧反制，话讲要开会，场面真乱。杜永泰敢若当上转去伊的位，立法院长韩国瑜出面依市场面，抵制行动无10分钟就结束。杜永泰重新上台做施政报告，强调国内有5大要紧的问题：人口对策、拍诈骗、反毒品、人才人力、稳定物价、甲能源转型。毋过，雄雄讲到总预算案的争议，然后再经过大幅的删减，我们的今年预算就会比去年少，6度的预算都在增加，但是为什么中央政府的预算却必须要比去年少？难道我们新增的这个项目都不要做吗？哪一项不重要？总预算的局面要被解决，外界预估行政院提复议的时间点可能伫27行政院会。不过，杜永泰敢若回应，搁咧研究合法合宪的救济，也向朝野话声讲，团结比啥拢较重要。不过到施政的即阵，总预算案搁正做哪位甲杜永泰对下的话题。去年互你80块啊，有鱼有肉啦；去年互你100块啊，恁大家咧办倒啦；今年互你120块啦，你讲无钱买有钱纸，大家咧骗吼。情绪性的谩骂吼，所以实在没有办法合理的跟你做政策的讨论。您认为您是史上最什么什么的院长？来，最富裕的院长。富裕啊！哦，富裕啊！复议最多的院长，您是史上最难为的行政院院长。因为立法院的新会期，那也讲要推民生法案，话声讲兴护劳工7天假。不过，杜永泰表态讲，固定假日几天的调整必须要对国家有意义，才会当采取全国一致的原则。也希望以社会付出成本上低来增加，会当公开理性讨论。那内政部长刘世芳是希望维持即卖状况，强调劳基法规定的工时已经和军公告同款，制度要建立要有共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年的228和平纪念日，伫咧台中会举办以转型正义做主题的自由路上艺术节。今年说因为这国家人权博物馆的补助款，互立法院冻结台检，4月初7言论自由这个大型音乐节就宣布取消。今年第228和平纪念日前后，各地关注转型正义甲人权的民间团体，也是博物馆拢会办相关的活动。亲像台中自2019年到今，由民间团体举办已经第7年的自由路上艺术节。今年因为国家人权博物馆有宣布立法院冻结台检，所以民团申请未到经费补助，宣布音乐节也有其他部分要取消。那这个大型的活动就是为了纪念郑南榕先生。为咱台湾吼争取100%的言论自由，不过今年就因为安尼无法度办啊。民团表示，因为政府的补助占1/3的经费，相关的活动各部将要缩减，但是也是会透过讲座和展览等等的方式继续进行。另外，128国家纪念馆最近嘛正在办相关的活动，要透过多元的行动促进社会和解甲转型正义。不过，纪念馆表示，因的预算主要来自内政部，今年防冻结和台检的预算超过1半。那场馆经营，亲像校园推广和国际交流等等嘛，受到真大影响。长期以来对人权的关注这个团体，其实应该是一个 partner 的关系嘛。政府嘛需要有人咧地方上、咧在地上替人权做一下拍拼。伊若个同山30%，是咪等于是讲什么代志拢免做啊？国家人权博物馆表示，伫咧帮助民间团体的部分，有30万已经防台检，另外有300万要搁防冻结，造成民间团体来申请经费，目前也无法度核准。山跟洞的话，那我们所余的钱所可以支用的预算是192万。那我们看看今年团体他来申请的总共有68个案子，他们申请的总预算大概差不多就有2000多万，所以我们基于这个状况，我们就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来审他们的案子。国家人权馆表示，针对目前和立法院冻结的补助款预算，正在积极处理，争取该度冻结，希望和各地转型正义相关活动，也是艺术表演，通顺利进行。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你若准无法度自由去讲，你就袂当有自由的思想。
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这民主自由唔是对天顶落落来的。讲到今年是这228事件的78周年，伫海外的228位数呢，因为这新冠疫情，在今年是因让6年后，才搁再回来到台湾。即届有33个人来自这美国、日本、加拿大，抑搁巴西一寡国家。因来呼吁讲，咱台湾的课本呢，就爱加讲一寡228的事件，或者的少年辈了解这段历史是安怎来的。每一个人胸坎拢拼笔协会会长代表纯洁自由民主，因此228事件受难者的海外遗属有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巴西大约33人。顶届组团登来台湾已经是6年前啊。228遗属返乡团也伫25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伫当初带受难者尸体的家人南荧光幕，采墓牌纪念因的先人。这尸体可能是阮的老爸、阮的阿公、阮的阿祖。这尸体也有捡到，拢放伫家人市南营公墓，遐有一个大坑，啊种落伫因内面。我无啥物要求，我希望政府帮忙，踮遐放一个墓牌。海外228遗属返乡团伫2月24日有参加总统热清日，行政院长杜英台见面。总统表示，政府会持续团结国家，守护个人的安全，维护类似的事件搁再发生。返乡团团长表示，目前阁有一寡档案封砍条例，希望这寡资料会当公开。第3代遗属也讲，就算78年过去啊，但是伤痛煞是一直传落来。希望台湾的少年辈爱知影这段历史。228的事件毁灭了台湾所有2战以后的民主与自由。这句讲起来真简单，但是却是伤害着台湾足深的。你知影咱今仔日的民主自由得来不易，讲起来真简单，但是伫外国是用火、用目屎来换来，咱台湾嘛是。海外228遗属返乡团表示，因即届倒来台湾，除了悼念少年先人，促成转型正义，也诉求伫台湾的教科册内面，会当增加篇幅，让少年人对228事件更加了解。因刷落来也去拜访景美人权博物馆、家人南荧光幕等等的所在。伫228即天也出席228纪念仪式。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有一寡所在，咱人若准当着辛苦病痛，比较的是命较长，或者是路较长咧。讲到这过年到单呢，急诊室是拢塌甜。卫福部昨就提出病床调度等3大办法。这医界、护理界是拢批评讲，主要原因就是这护理人员的骹手无够。再去有立委开记者会批评卫福部无能，甚至有重症的患者奉送到100多公里远的病院治疗，也强调讲这已经不是个案。有一个护理师顶一日伫网络顶发文指出，有一个重症的患者去南部省大病院挂急诊，因为家护病房满床，病院连续几啊间病院拢无法度收，最后伊去互送去100公里远的省大附设病院斗六分院。最后，这个患者因为败血症不幸过往。针对这点，有立委批评讲，这款的事件并不是个案，是医疗体系渐渐崩盘的警讯。拖8个小时才动刀，这是台湾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事情，并没有所谓的 delay。其实，不管是转出的医院或接收的医院，其实都在积极处理这个病人。虽然卫福部24提出病床调度等3大策略，甲2大解决的方向，希望会当消透急诊人塌甜的情形，也有家护病房满床的危机。不过，护理师工会讲，关键是伫咧护理师的骹手无够，所以无法度提供病床。医界嘛认为讲，卫福部所讲的调床的机制执行有困难，根本是讲的尔。症结真的是在护理人员的不足，那人员不足，医院的床开不出来，急诊的病人住不进去，那只好塞在急诊。其实这些问题早就都已经存在很久，而这一些政府所说的改善的方向，也已经是现在就已经有在做的事情。根据护理师工会全联会上新的统计，到113年年底为止，全台湾护理师有执业登记的人数是19万3000多人，病院护理人员总离职率有要到13%，欠人的比率差不多是6.5%。为护理工课场的人数分布来看，护理师去诊所食头路的比例上济，过来是长照机构。所以，医界和政府应该改善护理人员薪水的结构，提升急重症健保点等的措施，才会当让护理人员愿意留落来，或者是搁转来做。
公视新闻台北报道。社会伫咧变化，查甫查某变悬变大。劳动部自5公布，今年降薪水日是2月27，代表女性爱做平比男性加做58天的头路，一年的薪水才会同款。今年是平去年搁较退步。妇女团体就表示讲，建议台湾爱参考外国制定缩低性别薪水差距的政策，对大企业开始做，安尼台湾才有可能走向共膝头共款薪水。女性员工无用咧换床巾，伫饭店业、服务业即寡薪水无介悬的头路，女性占多数。劳动部公布今年降薪水日是2月27，意思就是女性爱比男性加做1个月个27天，总共58天。一年的薪水男女才会相同，却比去年退步2天。劳动部评估原因主要是咧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工程师的薪水较悬，而且男性占较侪。女性的劳工伫即种行业内面，真侪拢是做即个基层的技术员，所以咱嘛知影即个工程师查甫的较侪，查某的较少啦。阮甲统计起来，男性劳工的即个平均的时薪比女性劳工的平均的时薪是加真侪啦，女性比男性减41%。虽然目前社会对女性伫工课场上的权益有愈来愈重视的趋势，不过有女性民众表示，伊认为查甫查某伫同一个工课，薪水确实会有差。我觉得大概会以底薪来讲，大概就会多个3到5千。就算我们是民生消费品业卖女性化的产品，还是都会要找男生的主管。妇女团体嘛表示，国外针对男女薪水有差这件代志，有要求企业爱公布各产业男女性薪水的调查，若是差伤济，就要提出改善的方案。不过台湾目前要无这款政策，他们其实推动了蛮多年，那个政策效果已经出来了，所以他们的性别薪资差距是一直持续在缩小。但是台湾我们的政府其实一直都没有推出一个整体性的政策去应对这个性别薪资差距的问题，所以它其实一直开始逐年扩大的时候，我们也好像有点束手无策。民团表示，虽然甲日本、南韩、美国比起来，台湾性别薪水的差异是上少，差15.8%尔。不过，民团也是希望政府制定政策来降低男女的薪水差异。记者中嘉义谢桂玲台北报道。为了要鼓励有信心涨价的街头价钱，台北市劳工局对今年开始会有1个月2000块的补助。对街头价钱反映讲，若准备表演，就要事先甲市政府登记，说因为因身体不方便，拢抢袂赢人。希望政府会当保障因有所在天赋表演。这首思念爸母单是林家己写给妈妈的歌曲。伊讲国中的一条义歌，造成伊目睭看无。一个人对屏东去到台中的特殊学校独立过生活，这款孤单，互伊开始练吉他。如今正做一个街头艺人。我们写歌曲的时候，通常最会想起的就是妈妈。妈妈交代的话啦，妈妈呢，对我们的好啊之类的。为着要帮助甲林家己同款著是身心障碍街头艺人，台北市劳动局对今年开始1个月补助2000块的表演费。林家己对这项补助感觉真大心，不过伊认为现在政府需要做的是确保因有表演的场所。有一些场地它都是，比如说有公园，对不对？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它可以让街头艺人来表演。不过它都是用抢灯的方式，就上网路去抢灯。那这个对视障朋友来讲很难。的确，事实上我有很多视障朋友来跟我们反映，如果再增加相关的场地，这个部分也可以请文化局来做一个思考。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自己内部可能也会未来可能也在考量说有没有其他场地的开放。因为街头艺人的表演场所有限，热门的所在拢真手持。对此台北市劳动局表示，确实有真侪视障者向因反映这个问题。劳动局除了会直续和文化局讨论，希望未来会当增加表演场所，提供视障的朋友一个友善的表演环境。记者戴阿轩、柯敏哲台北报道。AI 目前伫咧各种产业拢有多元的应用。新北市教育局推动未来科技人才链的计划，教育局甲半导体、能源、AI、无人机等等的课程加入新北16间职业试探加体验中心，希望要互咱台湾的学生囡仔呢，会当事先掌握到未来的产业趋势。
用叉夹仔倒出来电真悬，因为未来伫咧新北市的职业探索中心，要教国校到高中的学生，用简单的方式来学习半导体的相关课程。现场嘛邀请研究半导体教授专工来指导，栽培未来会当开课的师资。电晶体的结构对孩子是难的，所以我用乐高这样的方式让孩子去操作，去自己组合一个电晶体。那我相信做过的他就知道，哦，原来结构是这样子。这是州市国际实创高中和新北市教育局合作打造的职业探索中心，全新北市拢总有16间的职业探索中心，开设伫咧无共款的学校内底，拢总有开7类的课程，有工业、商业、农业等等。国校到高中的学生拢总会当报名参加。其中州市国际实创高中这学期嘛伫咧工业项目加入半导体课程。通常职探中心都是学校报名，那学生的话，有些人就是对特别的职群会有兴趣，有些就是来了体验，他没兴趣，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他知道他不适合这一条路，他可以往他更喜欢的地方发展。那最主要是因为现在的课纲其实不会太大改变，但是其实可以透过弹性课程以及自主学习课程融入我们现在的新兴科技。新北市教育局会推动职业探索中心，主要是要让学生会当对职业有更较侪了解。像瑞丰高中有无人机课程，新北高中嘛有机器人课程，希望透过教育会当让学生对未来要选学科更较有概念。记者陈阿选柯敏哲新北报道。接落来3天的连假呢，这天气是听讲袂歹，会当来到这高雄寿山动物园行行看看咧。在今年1月初呢，有一对水猪仔呢，生3只水猪仔囝，看起来真古水，按算伫咧228连假要和民众来见面咯。看到保育员入来，3只古水的水猪仔囝就连面挖过来洗奶。1月11才出世的3兄妹啊，感情真好，食困爽拢爱量做伙。短短5外月时间，即摆已经有4公斤重啊！寿山动物园将今取名做利马、利拉、利松，希望园区的水猪家族会当一对接一对生，愈来愈大庞。对，因为小朋友就是很贪玩啊。然后有一次就是有一只小朋友在山屋展场里面的时候，他可能泡水泡比较久一点，结果大家都已经回家了。然后那时候他一上来就很紧张，一直叫，一直疯狂的在到处寻找。然后结果这个时候呢，爸爸妈妈也都很淡定，结果是另外2个小伙伴过去把他接回家。因为这古水的，这讨人欢喜的。你敢有看到啊？有一只泡伫咧水内底，嘿，这古水的。啊，你敢知影讲咱寿山动物园啊，最近有新生3只水猪的囝？哦，有听人在讲，所以我来这看。啊，偷偷在找，不过。敢若还未看到。民众专工来寿山动物园要看水猪，不过这么大的水猪园区找几步，拢敢若看到1只浸伫咧水底。这是因为寿山动物园的水猪目前敢若7只，拄出世的3只水猪仔囝拢也小可会惊青昏。平常时拢甲爸爸妈妈对调调，因一家伙啊，准备伫咧228连续假期要甲大家见面咯。这3只新出生的水豚小宝宝，那我预计在228当天就会亮相。那我们在3月1号下午会请保育员来跟民众分享我们这个水豚它有趣的故事。除了3只水猪仔囝，园区内底迷你种的梨仔嘛有生1只梨仔囝。今年拄开始就喜事连连，动物园也欢迎大家做过来看这的小宝贝，感受这份欢喜甲活力。记者柯家自邱超玉高雄采访报道。每一间大学呢，拢有一个所在是属因怀念的。来看这清华大学的梅园，是纪念真正的校长梅贻琦。不过最近这内面的老丛梅仔树呢，却去跌到一拍病。学校是赶紧启动梅园医疗保育和栽培计划，有找真侪专家来甲这梅树治疗，希望早一日恢复梅园的光景。环境清幽，景致阁水，这是清华大学校内真出名的梅园。园内有种299丛梅树，已经毕业的校友想起过去，讲伫遮有满满的回忆。伊讲梅园因为风景好，过去是侪学生约会的所在。只要有朋友过来，或是包含以前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跟一些大学的女生。一些联谊，我们都会带来这里。梅园对清华人是意义重大的，因为这个土壤虽然硬化了，可是土壤不能换掉啊。但是最近梅园内有200丛超过60岁老梅树，出去后去徛黄，甲生长不良的问题。前台有请专家来调查这个老树，
发现讲主要是因为附近的土壤伤重伤杂，所以树根无法度正常发展，去收水分，致使老树破病。基本上它不是一个有病原体的病，而是先被太阳晒伤了组织以后分解的一个现象。所以它的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根系吸水困难。所以它无法蒸散以后晒伤的，所以要医治的地方不是在这一个溃烂的地方，而是要连根系一起医疗。对每一位清华人呢，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回忆。那么这299棵梅树呢，过去这么多年也风吹雨打，需要爱护。那这个计划呢，就是希望我们的梅树每一棵都可以健健康康的。清华大学规划4年的梅园保育计划，头一阶段会先针对已经破病的树丛去救治疗，接下来会改善土壤，让梅树的根通健康生长，还好把基态，并且让梅园恢复生命力。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伫咧古早在地庙寺，就是咱的文化中心。来看嘉义中部49庄保安宫，到今呢已经有308年的历史咯。庙方最近发现讲，较早因为地动害起的门条顶悬呢，有刻甲台南昆新大天府同款的对联，所以因庙内就成立着这少年工作队，希望透过因的研究甲调查，互地方信仰的历史文化会当完整保留落来。昭和8年，1933年，昭和8年。为较早相片的资料，研究门条刻的对联，嘉义县中部49庄保安宫，意外发现讲较早庙正门的对联，甲南昆新大天府的对联相像。为着要来了解这当中的原因甲历史，庙方唔拿找资料、问耆老，搁找少年人做伙参与研究，希望延续这在地的历史。伊伫日据时代是唯一中部老的一间宫庙所以讲去发现这支石柱甲昆新的对联一模一样这值得去研究探讨了我们去把它文字化，或者说我们到时候也会在那个柱子旁边去做一些立牌说明，而且讲这支当初是为什么？就像咱头下注意讲的，伊有甲咱介绍这个故事伫咧几百年前。除了庙宇建筑的历史，庙方嘛向少年团队小介庙内欣赏的背景甲工艺。因这少年团队就讲，宗教文化嘛是地方历史的一部分，只是重视的人愈来愈少，伊嘛要用创新的手法，让人来入捌传统的宗教文化。结合这些文化，然后带他进来认识这一间庙，然后这些文化历史也介绍300多年来这些文化，然后一些事情。起伫1717年49庄保安宫是嘉义地区王爷信仰的中心之一。庙内到今，阁保留着为清朝留落来文物。庙方表示，宫庙除了是信仰中心，嘛应该爱有传承地方历史的责任，希望透过少年人的创意，和传统的宗教文化有进步。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语会当讲万事万项，来看中华有一个台语强学团，因有开一节免插电的科学课，邀请到这两体工程师，用解破任务的方式，带囡仔来认捌电脑当中字正位是啥物。我要看6个笑面，这边6个用笑面来代表电脑的字正位，互囡仔人道出家己的生日。一般人较熟悉的拢是10进位的数字系统，但是电脑用的是2进位，干那0甲1两个数字。中华台语强学团举办免插电的科学课，要互囡仔用佚佗的方法来认捌电脑世界的2进位系统。先准备几张纸，悬顶有画无同数量，可能1、2、4、8、16，互囡仔去排出无同的数字，来了解讲要10进位要转做2进位。上课老师柯普生本身是两体工程师，过去有影真罕得有人用台语来讲电脑科学的相关知识，但是伊认为这寡专业名词就要为即阵开始讨论，才会当互台语亲像活水，或者活水探去到每一个专业领域。伊毋是讲一个个时的语言，当然因为台语有一段时间去用拍做敢若较低落。较无路用的语言，所以咱即马就是爱家己去甲讲出来。希望讲伊学新的物件嘛，当用台语去体验讲来。所以阮若去学钢琴啊，还是跆拳道，还是体操，拢是请老师会当
用台语甲伊讲。台语共学团认为，台语毋若是生活语言，嘛会当用台语来学万项台。未来因也继续开发无共主题的台语课，互台语这条路愈行愈远、愈开阔。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讲到即马现代人生活压力是真大，克罗埃西亚有一间笑声博物馆，内面有规划8个活动区，希望民众来到这，都会当家己大声笑出来，消透压力。开关试落去了，顶头会喷白烟落来，互你无烦无恼。国行入来即间内面规个拢是大型洗衫机的房间，亲像电影《巧克力冒险工厂》内面的主角同款，出流浪落去，一个名叫做“生命离心机”的流浪，互你跋落去一个规个拢是白球的球池，开始行向快乐的旅程。U današnje vrijeme kad nas obasipaju tako lošim vijestima i nije neko vrijeme. I događa se svašta, tako kada ovdje uđeš, nekako kada uđeš u djetinjstvo, kao da si rasterećen od svih nekih problema, izađeš sretan, ne trebate plaćati psihologa ako ste češće ovdje. 克罗埃西亚的首都扎格雷布这间新的开心博物馆，名叫做哈哈厝笑声博物馆。创办人格鲁比奇讲，伊是伫疫情期间想到要去这间博物馆，因为迄当阵真侪人心情歹、郁卒、孤单。Da su svi dosta se otuđili jedni od drugih, malo onako potonuli, općenito energetski otuđili se i nekako postali tužni. Javila mi se potreba u sebi da širim radost i da bi ljudi trebali se malo dići i postati sretni i radosni. 博物馆内面有8个活动区，其中这个唱灵歌合唱团由好代的歌唱热门歌曲，互人笑嗨嗨。想要唱歌的人去卡拉 OK 包厢，不过麦克真特别，你唱歌时阵是怪声怪调。还有日本小演场，和游客穿碰晒晒衣领领的衫，去你顶头小演。Čovjek mora se nasmijati. To je lijek za dušu, gospođo. Još ni gotov. Moj rođendan na u muzeju je bilo dobro. 除了动态活动，博物馆内面也有一寡讲笑话、讲解各种趣味的风格，有文理游戏、闹鼓、变数笑话、学习笑话甲考试，有真侪少年人也有老大人来这实验做囡仔时阵的快乐。Obrambeni mehanizam čovjeka drži negdje nekako čvrstim i jakim, spremnim da se rješavaju nekakvi problemi koji hoćete, nećete, moraju doći. 心理医生也讲，若开一张药单，叫患者逐工笑3点钟，而且真正有照去做，一定就有正好的效果。若是生活郁卒无法度消透，入去哈哈厝算一转，就当互人袂记负面的情绪甲烦恼。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全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4度到22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4度到21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5度到2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1度到18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